好了，今天我们接着做采访啊。首先呢，我要告诉我们的小公主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昨天我们录了那个采访之后呀，那个奶奶听完之后呢，说，哎，那如果真那么好的话，要不，你也给我买，我也试试看。知道吧？知道是哪个奶奶吧？啊？爸爸的妈妈。对的，是中国奶奶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所以我们要再让奶奶知道，你吃完之后有出现什么症状，你还记得吗？首先是流鼻血，然后就流了一天就停了。所以妈妈都忘了。流过2次鼻血。不知道。忘了是吧？妈妈比较记得清楚的是你身上怎么了？长红点点了。啊，就是出红疹了，对不对？都哪里出红疹了？还记得吗？后背。还有呢？肚子。啊，然后我们有一回是这边还买不到鱼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停了，好像差不多几天我忘了。但是然后你又开始吃的时候，好像身体上又怎么了？又长红疹。又长红疹了。那其他呢？其他中间是不是你还怀疑过这个产品没效果？因为还是有鼻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都感觉说没什么效果，对不对？那看来是不是坚持还是有用的呀？所以说妈妈说你一定要坚持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一下，你作为10岁小朋友，你喝这个味道感觉怎么样呀？之前是2个都可以的，然后这一年开始喝的时候，感觉早上喝的感觉有些苦，然后过了几个月，然后又感觉晚上的也苦，然后过了几天还是早上的苦，然后今天又是早上和晚上都很苦。今天晚上还没到呢，你的意思是？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苦，早上也苦。那然后我们来聊一下，你喝的是一样的吗？早上晚上？是的。那奇怪了，为什么有一个苦，有一个不苦，但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我也搞不懂。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不是也有在喝鱼油吗？哎呦，这个鱼油一般普通人所知道的鱼油是很难喝的，所以都包裹在胶囊里面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喝的这个鱼油是什么样子的呀？现在这个新的鱼油是刚到嘴里，感觉有些很甜很甜。很甜很甜。对，然后过几会儿就是鱼油的味道了。那等于是能接受的，对不对？不会说喝不下去的那种，对不对？给你为什么会很甜很甜呢？不知道。是不是因为你平时就不怎么喜欢吃巧克力那些比较甜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有可能。对啊，因为妈妈记得你是不怎么喜欢吃巧克力的，因为有些巧克力就是太甜了。好，那还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我有没有什么忘了？没有。好像也就这些了哦。好，那今天的采访到此为止吧。拜拜。拜拜。